民进党2020总统初选电视政见发表会将于明仔载下晡2点要举行，由华视全程转播。主持人是前主播詹庆玲，华视团队嘛提早进行排练，做伙来看卖。来准备5、4、3。民进党总统初选电视政见发表会进入到最后华视团队嘛加强进行演练。对时间的掌控流程、行为甲敬畏，拢一再确认效果。甲民进党部再三确认，政见发表会由前主播詹庆玲主持，甲过去报新闻主持节目有较大的主导性无同。面对2020总统议题，詹庆玲嘛用上严肃的态度来应对。因为总统大选的规格毕竟不一样，它当然是比较高的规格嘛。第二个是我们要去尊重主办单位，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严肃性。民进党总统初选电视政见发表会，6月7日拜六下晡2点，在华视频道登场。发言的顺序依照着抽签的结果是赖清德、蔡英文，时间有90分钟，掌握台湾的民主未来，华视甲你做伙见证。